这几档为着要栽培音乐剧的人才，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就有一个培训计划，对拜五开始要用音乐剧的形式改编真侪经典的作品，让大家看到因培训的成果。导演嘛表示，透过多元的作品，希望让大家当看到10外档来台湾在地音乐剧发展的成果。1945年5月31日是台北大空袭的日子，是真侪人已经袂记这个日子。这部音乐剧《台北大空袭》经过改编，今年编辑去到来加入音乐剧内底。音乐指导孔浩翔望讲，会当让愈侪人来了解台湾的故事。他当初这个空袭是算里面是最严重的，这样子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，我们其实有这段历史，然后我们其实是用大家一起在开发作业的方式去呈现这件事情。来加纳今年邀请音乐剧创作者詹天和、王希文和孔浩翔同齐参与，运用因3人的10部经典作品改编，连接无共音乐来讲无共故事。导演讲，伊将受2007年音乐剧《四国万舞》的影响，望用多元的作品，让大家见证这17年来台湾在地音乐剧花开满山遍的发展。多元是台湾的价值啦，那所以我自己觉得，能够从自己土地跟生活里面长出来的东西，无论它的文化关于什么，我觉得它都是一件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事情。这几年来，为了栽培音乐剧的人才，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有推出培训计划，在音乐剧来加纳内底，大家都会当看到培训的成果。这届来加纳改编真侪经典的音乐剧，除了台北大空袭、木兰少女，也搁有抗世3姊妹等等。按拜5开始到礼拜，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演出，要总一届，让大家看到台湾音乐剧的生命力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